今次健康為港粵曲班由我哋嘅麗瓊老師帶隊，聯同一班熱愛粵曲嘅同學仔一齊去到青衣嘅青日居，陪一眾老友記唱粵曲，過一個充滿笑聲同音韻嘅美好下午。一大清早，老師同同學仔已經開始練歌啦。你睇下大家個個都咁專注、咁認真，真係令人感動。出發前，梗係要先醫飽個肚啦。而喺食嘢嘅時候，我哋仲準備咗感謝狀俾老師同每位同學，感謝佢哋喺推廣安老社區服務上散發出咁多嘅正能量。哇哇哇！準備好啦，向青衣出發啦！大家開心，身體健康啊！大家開心係嘛？豬豬講得啱啊！健康快樂最緊要。祝大佢哋老人院好開心。嗱，我哋個個影一張相好唔好？好。到咗青日居之後，活動正式開始。首先由麗瓊老師演出《風流夢》，曲韻婉轉動人。之後各位同學輪流上台，同學大合唱《鳳國恩仇未了情》。金葉、子興合唱《陽關節柳》。麗常雪紛帶嚟琵琶行。麗瓊、秀容、文傑合唱《劍合釵圓》。與你做個夫妻成
珍珍、愛群嘅《願為蝴蝶抱花眠》。最後壓軸大合唱《帝女花之香夭》，大家唔單止唱得投入，手勢都一齊做埋，真係又動聽又感人。出去跳啊你！出去跳啊！跟住跳啊！嚟啊佢，跟住佢跳啊！跟住佢跳，去跟住佢跳，喂，跟住佢跳啊！快樂嘅時間總係過得特別快，但呢一個充滿笑聲同音樂嘅下午，一定會變成每一位參與者內心最閃亮嘅回憶，喺黃金歲月入面繼續閃閃發光，燃亮住健與樂。特別要多謝清日居嘅阿 Kit 為我哋精心準備舞台，下次我哋再以歌會友，再次相聚，共譜未樂。